慢点啊！哎呦，都醉成什么样了？这什么药？快了，快了啊！首座，首座，来了。哎，你瞧瞧，哎呦，哎，这，首座，出去吧。阿弥陀佛。不必装了，师兄这次来找你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办。你也知道，如今上林天宫是什么样子，风雨将至。我们行律院同样需要抢占先机。谢看花回来了，可惜是空着手回来的。谢看花。白吉乐猜测，那事物在谢看花的徒弟身上。如今清明院已经出动，谢看花有徒弟，他叫苏白衣。找到他，带到我面前。这可是清明院，我一个人能抢得过他们吗？我们行律院的存活，便在你的身上了。